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呢個係一個專注於介紹基礎嘅計量經濟學概念同估算方法嘅節目。今日我哋會一齊嚟探討喺模型當中加入一個新嘅解釋變量帶嚟嘅後果。我哋會研究佢係點樣影響 OLS 估算值嘅標準誤。假設我哋有以下呢個模型，而家我哋喺模型當中加入一個新嘅解釋變量 xj+1。我哋想知道原本變量 xj 嘅係數估算值 βj hat 嘅標準誤會發生咩變化呢？ βj hat 嘅標準誤等於佢嘅估計方差嘅平方根。而佢嘅估計方差等於誤差項方差估算值 sigma square hat 除以 xj 嘅總平方和 SSTJ 乘以1減去 rj squared。公式當中包含3個因素。第一個係誤差項方差估算值 sigma square hat， 佢可以由殘差平方和 SSR 計算得到。第二個係 xj 嘅總平方和 SSTJ， 佢描述嘅 xj 嘅變動程度。第三個係 rj squared， 佢係將 rj 對模型當中所有嘅其他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所得到嘅 r squared， 描述嘅係 rj 嘅變動有幾多可以由其他嘅解釋變量解釋，亦可以睇成係 rj 同其他解釋變量嘅相關程度。有咗呢個公式，我哋就能夠分析加入一個新嘅解釋變量之後 βj hat 嘅標準誤係點樣變化嘅。佢等同於研究 βj hat 嘅估計方差點樣變化。加入新嘅變量會帶嚟兩種方向相反嘅影響。一方面，殘差平方和 SSR 會下降，因為新嘅解釋變量能夠解釋部分 y 嘅變動，使留俾誤差項嘅變動減少。喺大樣本之下，自由度趨近於 n， 誤差項方差估算值 sigma square hat 會因為 SSR 嘅減少而下降。呢個會使 βj hat 嘅估計方差變細，標準誤亦都會變細。但係喺另一方面，加入新嘅解釋變量可能加劇多重共線問題。如果新嘅變量同 xj 高度相關，咁樣 rj squared 就會上升。一般而言，我哋冇辦法喺事先知道邊一種效果會佔主導。喺度要注意嘅係 xj 嘅總平方和 SSTJ 係唔會因為加入新嘅變量而改變。有一種特殊嘅情況，如果新嘅變量同 xj 不相關，咁樣 rj squared 唔會受到影響。換言之，新變量係唔會加劇多重共線嘅問題。只要新變量具有解釋力，咁樣誤差項方差嘅估算值 sigma square hat 就會下降，因此 βj hat 嘅標準誤亦會下降。標準誤變細意味住 OLS 嘅估計更加精確，因為置信區間變窄。同時 t 統計量會變大，估算結果嘅統計顯著程度會提高。例如喺我哋之前討論過嘅父母收入同子女時薪嘅例子當中，我哋以工人嘅時薪對佢童年時期父母嘅平均收入進行回歸，以研究代際收入流動同持續嘅問題。
假設樣本係嚟自隨機嘅問卷調查，咁樣我哋關鍵嘅變量父母收入應該同工人嘅人口特徵唔相關。我哋可以把工人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區及種族等加入到模型當中。如果呢啲因素影響工資，而且同父母收入又唔相關，咁樣我哋得到嘅代際收入流動係數嘅標準誤就會下降，至少喺大樣本之下係咁樣。今日我哋一齊討論咗喺模型當中加入新嘅解釋變量係點樣影響 OLS 估算值嘅標準誤。佢可能會使標準誤上升，亦都可能會使佢下降，取決於新加入嘅變量係點樣影響誤差項嘅方差，以及佢係咪會引入新嘅多重共線問題。喺一個特殊嘅情形，當新加入嘅變量同已經存在嘅解釋變量唔相關嘅時候，加入更多嘅控制變量會使得 OLS 估算值更加精確。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